欢迎收看《台湾生态》，我是阿明。咱看到武汉肺炎疫情风暴赶伫台湾人的面头前啊嘛，咱看到全球疫情妖真严峻，目前已经有超过1600多万人治病，死亡人数来到将近66万人吼。咱嘛看到讲7月伫咧境外移入，伫台湾这个部分是增加20例。嘛，带大家来看讲，伫咧7月时阵吼，本地7月初是这个零增加啦吼，但是咱看到7月初2开始，甲这个20号的时阵有455例，增加到8例啦吼。不过咱讲这个期间是本土零病例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7月21开始，甲7月24增加3例、4例，又个咱个看到吼，昨啦吼，就是这个增加5例这个境外移入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7月27真正是一个关键的一天啦吼。咱讲27这天有泰国移工吼，登去泰国啊确诊啊，不过好哩加在，结果是啥呢？是弱阳性吼。公公司接触的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吼。不过咱讲全球疫情这尔啊这个严重，咱讲吼真正伫台湾有这个报复性的这个消费。有报复性的这个理由，但是防疫真正袂当放松吼。人讲吼，真正敢有报复性疫情大爆发的，所以咱讲吼，伫现在社区阁有这个案例无镜头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讲真正防疫袂当放轻松啦吼。所以虽然继续爱来挂起来，伫咧室内室外，咱讲的社交距离爱继续维持，今日做回来讨论。昨天5个境外移入，前天4位，那今天是没有，没有境外移入案例，也没有本土的案例，那我们现在的总共还是467人，那解除隔离的441人，19人在住院隔离治疗中。那至于大家很关心的这2天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泰籍移工回到泰国之后被检验出是阳性。那初步了解，它也是非常弱的一个阳性。我们对这189个人，189个人，我们全部的检验都完毕，PCR 都阴性，那也做了抗体的检验，也全部都是阴性。那换句话说，在这间公司，这2间公司里面，基本上它在这场内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可能性已经降到非常低。咱看到前2日吼，咱台湾的这个新增加境外移入是9例啦吼，7月已经累积20例。好哩加在今日是无新的这个案例。咱嘛讲到吼，自台湾登去到泰国这个移工的部分吼，是验到这个弱阳性啦吼，嘛。检验讲，共公司的100多名这个移工吼，也是讲这个公司的这个同仁啦吼，拢是阴性啦吼。所以，但是咱嘛要讨论讲，到底本土啊吼，这个部分是毋是有这个无镜头的这个部分，咱嘛做回来讨论。先来邀请到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监察委员张武修，各位观众大家好。第2位咱们邀请成功病院这个家医科主治医师刘病池，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3位，咱们邀请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头拄嘛有讨论到讲吼，到底是毋是这个本土的这个病例可能伫这个咱台湾社区有咧传吼？但是咱今仔嘛看到这个河北乡教授这个数字吼，差不多有600个这个无镜头的这个部分，可能已经伫社区这个潜伏去。你安怎看咧？是，陈部长吼，其实是虽然伊做得足好，但是足早伊就提醒大家讲，台湾吼袂当证明完全无啦吼。但是伫倒位咱有法度甲抓出来，有法度个真早甲发现，这当然是咱即马爱拍拼的。当然即马即阵啊吼，迄个大家较放轻松吼，大家有去外口佚佗消费吼，这嘛是因为动足久的吼。这一定爱互大家做，但是嘛是有这危险性伫遐吼。这日本的学生伫台湾，你要转去是一个情形。即马7月开始吼，会搁一个泰国的人吼。但是即马7月开始忽然讲外口转来足济，这足正常的啦。因为其他国家足济咧嘛，其他国家拢无停落来，所以咱若小可开放吼。边境小可开吼，一定会才会转来。所以这你若无甲抓到，无甲管得着，伊就去拖去社区。但是你一定有哪开，咱社区嘛是有一说啦。那何教授咧讲吼，是真准啦。伊咧算的方法吼，我是感觉真认同吼。甲大詹院长咧讲的，咱才有600几个，我是感觉吼，这个绝对咱袂当甲讲无啦，一定有。但是呢，嘛免伤过紧张。你看，你这日本学生其实无啥物
无啥物病症。是啊，即个泰国的工人伫台湾差不多2年差不多将近1年半。啊，伊无啥物症头啊，是啊，所以这就要去看伊有感冒还是安怎无，啊，拢无啊无，因有症头应该会去有去注意到，是拢无啊，表示啊伊个含足侪人接触，因为无问题就啉酒啊，还是去食饭啊，啊尾啊大家甲反爽啊，啊再去接触，今仔日检查出拢无呢，所以表示讲伊虽然是有即个抗炎有即个病毒。但是伊的反应无讲足悬，伊的传互别人的情形嘛无讲足济，啊无理论上今仔日就会发现啦。所以我是讲，虽然有无症状的即个带源者，但是伊看起来毒性无讲足悬的。是所以若要讲一个，咱当然袂使伤放轻松。咱的病院是足重要。有影。若有啥物款的问题去病院诊所医生。急诊的医生真紧，等下咱有专家会讲，马上甲抓出来。是，所以若即个咱病院拢甲抓掉的伊真紧的，敢若讲咱咧困是，无深睡啦，拢浅睡啦，知影讲当时若有咧弄门闹钟，咱就会醒起来。是，安尼情形咱是会当困啦。袂使讲大家拢无困啊，所以我感觉咱的诊所病院啦，直直继续维持高强度的即个警戒民众的担心度唔免伤悬 OK， 咱是有，但是无真严重。我想这是咱台湾即卖优点。有影啦吼，但是咱嘛要讨论讲吼，陈时中部长伊嘴里咧讲的即个弱阳性啦吼，其实为虾米伫台湾的时阵可能嘛是真正无镜头，但是伫咧边境的时阵你看第一届是伫日本这留学生登去啦吼，第二届是这个泰国遮。媒体一放消息尔，就开始有人咧吵啦吼，就是讲咱台湾是毋是吼，真正台检的这个问题也好啦吼，等等也好，但是这个弱阳性代表意义啥？咱继续搁先来请教这个医师啦吼，这个弱阳性代表是伊真正无镜头，但是伊真正无这个传染能力吗？是若是真正有，咱安怎来防？一般人来讲弱阳性上惊就是讲伊是伪阳性啦就是讲伊无确实讲真正有互感染。OK。有可能伊的病毒足少的，嘛有可能其实伊是检验内底造成的伪阳性，就是讲伊无真正是互感染，毋过因为咱的任何检查绝对毋是100%准确的。是。所以变做讲这伊第一届的检查出来是弱阳性的，咱就希望讲会当做第二届的检查，上好像咱会当去做病毒的分析，咱知影讲确实是真正体内有这个病毒无。第二个就是讲伊第二届检查起来嘛是共款个阳性。安尼当然有可能，伊真正有台湾的这个机会就较悬。是。只不过是咱就爱来溯源，讲伊到底是伫台湾互感染的，还是讲其实是登去泰国，还是伫边境的所在，伫这个海关的所在，去互拖到的。OK。这就变做讲，咱有需要去理清楚的，理清的所在上无伫咱本土这边来讲，伊接触过这100几个人来讲来检查，看起来目前是无的。所以对咱来讲，上无现主时来看，应该是也算安全啦当然你讲这100几人颠倒是伊是伪阴性的，就是讲伊是真正有，结果你颠倒无甲验出来。OK。当然嘛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毕竟咱咧怀疑讲人是毋是验出来这个阳性是真的也假的，咱有可能人嘛怀疑咱这边验出来无是真的也假的嘛。就是讲这个台检的这个部分到底无毋对，所以啥这100几个人，咱毋是讲验一解讲，你确定是阴性的无问题尔，咱都无要紧啦，咱嘛是要搁追踪伊14天，叫伊讲这个甲请的头家啊，这雇主嘛是爱甲看讲伊有这个镜头发现无？是。确实讲有真正有一寡人，确实产生一寡像讲拍家枪啦，是发烧啦，是这怀疑讲武汉肺炎的这个镜头的，可能都爱严格来个追踪，甚至爱严格来观察。有影啦，咱讲这关是干那初检尔，对，这是初检尔，买手这个真正的后壁这个陆续差不多，可能这个接触过，可能嘛是爱徛家这个居家隔离啊，是讲检疫这个部分，爱继续来去做好套牢啦吼。其实咱嘛来讲着因为即阵欧洲也好，亚洲也好，疫情也当咧第二波大爆发尔，尤其咱看到来第二张图啦真正的，咱讲伫遮转来拢是这个境外移入对台湾上界影响上大伫美国也有，伫泰国也有，中国、日本、咱讲台湾也是讲菲律宾影响到咱台湾的这个部分，咱豆豆来看。美国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这个确诊这个人数已经来到44万外人440万人啦另外咱嘛看到讲死亡人数已经来到15万致死率是差不多3.41。咱嘛看讲中国包含香港这个部分致死率
同款嘛是3.4个啦。但是咱讲因即阵有第二波的这个疫情吼，第二波的疫情吼，咱头拄仔嘛有讲到吼，差不多是昨有新增加这个100外例啦吼。另外嘛有讲到，这个疫情已经搁拖到北京才去啊吼。另外咱嘛看到讲日本吼，尤其是这个首都这个东京这个部分啦吼，嘛是这个确诊的人数一直咧欠管。另外啦吼，咱嘛讲到真济移工吼，可能咱等下嘛讨论到啦吼，移工要来到台湾的这个部分，菲律宾嘛是一个真重要这个国家来源吼，泰国嘛是共款。但是咱拢看讲吼，因的这个地数率是1.76吼，这个是泰国这个部分。另外咧，菲律宾是2.33啦吼，也算是比全球的这个部分也算是低啦吼。全球咱即阵咧看吼，全球的这个地数率差不多3.95啦吼。咱先来搁请教咱的这个委员啦吼，这个地数率吼，会当去看讲，虽然我这个国家。虽然确诊的人数多，但是我的地数率若是控制好势，表示我的这个防疫有做了好势，有做了套牢。咱台湾的这个地数率吼，真正是介低啦吼。尤其咱讲会当恢复登去到这个处理的人，是真正介济。尤其咱讲即摆隔离的人是真低啦吼。所以这个地数率代表是啥物意义？地数率吼有几个意义啦。台湾即摆足低，是因为咱发现的案例嘛足少的。OK。所以，那个这个600个搁加入去。你的医疗真好嘛，你若抓到以后，你就发现以后较紧个用伫病院，病院即摆拢像伊拢准备足好的。是。咱的迄个早期的准备，就是讲咱无爱互病院崩溃啦，病院拢有法度准备啦。OK。所以医生甲医护人员哦，拢准备真好。所以咱的迄个边境入来真少。是。造成咱的病院有法度处理所有的案例，所以死亡率当然是真少嘛但是你若想讲美国啦美国遐侪案例有的病院，美国理论上医疗是能量足大的啦但是有足侪州的，但是因为案例伤侪，都用要挡袂掉啦。OK。有的国家，比如讲，咱若看过意大利啊、西班牙，拢足严重的，死亡率就马上悬起来。所以致死率啊，伫台湾来讲应该是那照目前这样看，无问题啦，一定会很低啦。重要就是讲咱的感染率感染率的情形，即摆嘛真低嘛但是即摆咧想的就是讲，欧洲都无落来啦，迄个其他国家拢无落来，日本嘛敢若拢无落来啊。咱一定会慢慢爱开放嘛即摆已经大家咧讨论讲，要啦互相会当，我的飞机飞去你啊，你会当飞来，已经咧开始咧谈这情形啊。所以对咱来讲是另外一个挑战。OK。别人咧开，咱无法度关咧，因为你若关，别人就无甲你无要甲你开放，所以一定是双边来开放，双边来开。比如讲，你东京，咱甲东京偌济人数，是，咱的做法爱含伊相像。如果东京安怎做，伊里面有检查等等咱就要照原来安尼做，无伊会感觉无公平，伊就无爱甲你开放，无讲就大家拢迄个。警卫拢遮悬啊，无人有法度做来往嘛。所以我感觉讲，咱即摆即个情形对咱来讲，虽然是咱的优势，咱做得真好，但是未来甲冬天以后，真紧过来，秋天就冬天以后，咱的准备的方式爱甲其他国家齐步啦。OK。咱的优势，这是咱已经累积足侪资本伫遐咱的病院啊，社会大家社交距离，逐项咱其实准备较好，但是这个准备较好，袂当讲怎甲这个优势怎甲放掉了。OK。这个优势要摕伫手头的。过来就是咱啊，甲其他国家的机场的做法要共款。因为过来就是开放嘛，因为甲经济有关系。所以这个检测真重要，真重要。因为比如讲，咱的人要出去，还是其他国家入来，咱的检测能力。爱管无即摆大家拢挡着即个2礼拜14天，这挡着一个啥无法度去读册工人啊，做生意人无法度这影响足大的。要甲即个等待这个抗体，还是等待这个病症出来，这个14天缩短，就是要靠检测。OK， 靠检测啦吼。不过咱嘛要寄望讲吼，真正预防车较紧出来吼。预防车真正这个全球拢咧拼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这个研究员吼。其实你嘛带着摕着几个这个手棒要甲咱介绍啦吼。咱台湾虽然也搁伫咧这个 Phase 1吼，就是讲这个预防车这个初级版尔吼，但是咱所做的吼，真正是较官方的这个技术啦吼。所以咱要先来带大家来介绍讲吼。
真正咱即阵咧做预防射的做到什么程度？好，即摆我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我按两个方法是方向啦，一个就是全世界即摆咧做啥物预防射， OK 技术基础是啥物？咱台湾即摆咧做的技术基础是啥物？是，即个吼，房啊吼，这就是讲吼，可能你较细啦吼，我就讲啦吼，即摆吼咱即摆做甲人体试验的时阵吼，是即摆走上紧，因为咱即摆人体试验拢爱做所谓的临床试验，第1期、第2期、第3期啦。是。做了临床试验了，咱才可能吼讲伊的效果有效，伊的安全性有够，才会使应用到人的身上，去拍这预防射啦。即摆程度就是吼，上早上紧的吼，伊的技术门槛上悬的吼，就是所谓的英国的剑桥大学这边的啦。牛津啊，嘿，对不起，牛津大学这边啦吼，伊即摆走的，伊是一种吼叫做非复制吼重组性的病毒的技术啦吼。OK。即摆伊走到第3期啊啦。第3期代表是什么意思？第3期啊，嘿。第3期代表是什么意思？第3期的意思讲，那这边伊的安全性有够，是。伊的药效有够，特别摕药啊，特别应用到人的身上啊。就是咱讲武汉肺炎有救啊。会救啊，我是安尼讲嘿。是。第二个就是吼，美国的这边啦，叫莫达纳啦，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伊用的技术吼是另外叫做核酸的疫苗啦。OK。伊这个吼嘛是因走到第3期啊。所以这两个英国甲美国这两部分吼，拢是走去上紧的。是。但是吼，过来就是另外技术门槛较低吼，就是所谓的中国这边啦。咱对方嘛咧拼。嘿，伊嘛咧拼，伊嘛做，听讲伊嘛咧做到第3期。伊的做法就是甲咱的武汉肺炎的病毒吼。培养起来了吼，直接用福马林，也是一种化学药剂吼，给去活化，就是减毒啦。减毒，减毒，去活化。这个活性嘛，甲去毒去。嘿，这个方法再来做做疫苗来拍人的身上。伊这技术门槛其实属于咱传统的方法啦。好，所以伊的技术门槛低，但是相对有一寡副作用的考量啦，就是讲你若伊的纯化率，就是清除率吼。是有清气无？伊内底物件有清气无？这个清气的与否吼，才有法度来减轻着咱拍在人的身上的副作用。这是一个部分。伊嘛是嘛声称讲伊即嘛做到第3期啊啦。你可以讲中共吼，即阵讲是第3期啊，嘛要拍人体，但是伊有这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顺化。这是咱的疑虑啦。OK， 这是咱爱考虑的一部。另外就是吼，过来就是。伊赶快用做所谓的那个非重复性的那个腺病毒这个吼，在这个方法，而且这个英国牛津大学赶快啦。是。但伊这吼，即摆是做到第2期啦。哦，所以我就即摆这是咱世界即摆目前的进展就是到这。OK。来咱台湾咧。台湾咧无，我来分讲吼，我分做两位啦吼。是。一位就是国家卫生研究做的啦。伊古早阮就有讲过，从这个2月时阵吼，这疫情开始了，阮就开始投入4种的方法啦。我即摆就讲包含生态疫苗、重组病毒疫苗、DNA 疫苗、甲次单位蛋白质疫苗这4种啦。是。即摆吼，因为动物实验阮做了所以即摆应选定做个 DNA 疫苗为主体啦。就是咱讲的第一个部分生态疫苗的这个部分。无 DNA 疫苗新啦吼。这 DNA 疫苗，阮即摆吼预期是讲，希望看在10月就开始吼，会使开始做临床试验，拍头1针。是。这是咱的预期啦。另外在咱的生技公司内底吼，就是咱公司的方面吼，有3个公司吼，即摆嘛咧，咧研究啦吼，真进步啦，包含。国光生技、联雅生技甲高端生技啦，因即马拢用的拢是叫次单位蛋白疫苗。OK，这3个即嘛，因即马是声称讲差不多在8月底9月初这3个拢可以进入临床试验啦。所以咱的目前吼，虽然看起来甲世界比起来有较慢，OK，但是咱的基础的研究其实真丰富的。是，咱就是要确定伊是安全的，伊是有效的，咱才要搁拍入去。
那这种对咱台湾来讲，人民来讲是一个保障啦。是，吼，咱唔通希望讲咱拍了，到时有一寡副作用产生，安尼就唔好啊。是，所以这是咱的优势啦。OK， 所以咱讲，这个咱做的虽然是这个第一级的，这个第一阶段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差不多10月啊，是讲8月底9月初，有真侪间公司咧开始做啦，吼，伫台湾这个部分。但是咱讲咱做的这个技术较悬吼，也是讲咱头讲的吼，就是副作用会当降较上低，因为这是要拍到咱人体落去的，真正的，若是讲副作用侪。咱唔是死伫武汉肺炎，是死伫这个预防车，嘛该冤枉啦吼。所以这个部分真正爱控制好势，但是咱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咱行到即阵吼，8月底也是讲这个9月初要去做啊，自第一阶段要到第3阶段，爱个偌久？哦，即马我想讲，因为咱即马就是因为这是叫紧急疫情的什么进行嘛，对不？所以咱即马其实拢有甲卫福部吼，拢有。做所谓的全盘的考量啦，是看安咩时阵会来帮助咱较紧的进甲临床试验第1期、第2期、第3期做了，包含你的病人的数目要排的数量，是吼，我排内底一寡所谓的文件，咱就要申请等各方面吼，咱国家其实拢有帮助真大啦。若安尼，只要是讲起来吼，阮是希望看会使3个月到4个月，从8月底9月初开始。3个月、4个月的时间，把这临床试验的这3期拢给做了。是，嘿，这是阮的期望。那是卖延前吼，差不多这个时间啦吼，所以咱嘛唔忙讲，真正伫咧全球疫情遮尔啊严峻的这个期间，咱若是吼真正无这个预防车，咱就是先维持咱头头讲的社交距离吼，喙炎搁挂起来，病毒该炸伫外口吼，莫带着病毒啦吼，所以咱讲到这是预防车。这个部分啦吼，不过咱头拄嘛讲到境外这个检测这个部分吼，到底安怎来去吼？有个人真正是讲我要去出国啊，但是我都还是冻14天，但是我若是吼，互普检吼，也是讲做一个体检起来，我的这个时间成本会当减较少，咱先继续请医师啊，有安尼看无？当然会爱感觉啦吼，就是讲你也会检，检起来讲，确定我都目前无可能。你就会当想讲，上无较安全一点嘛啦。是。不过是毋是会当缩小，比14天搁较少，会当缩小到偌久？我看这嘛是爱讨论啦吼。是讲你也一阶段检无，是毋是缩小变7天看就好？还是讲我连续做2届拢无，我就会当用7天？这是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啦。因为咱讲这个潜伏期有差不多7至15天吼，这样长啦吼，所以这嘛是爱考虑。再来吼，不过咱头拄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啊，伫咧疫情也无法度完全控制吼，全球这个部分，台湾会当甲边境关好势，但是咱讲嘛是爱对外来开放，这是一个正办啦吼，所以咱嘛来看讲啊，其实即阵真正侪人。吼，去餐厅食饭啦吼，开始无要挂喙炎嘛吼，社交距离嘛无啊吼，尤其咱看到报复性旅游，咱看到这个病哦，这人暗时啊吼，真正敢若是zombie安尼咧行吼，僵尸安尼咧行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安怎去防吼？啊，无挂喙炎是毋是真大这个危险？啊，尤其咱讲的这个部分，安怎吼，甲这个病毒挡伫外口，咱先做来看。疫情要当地咧滚价，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团队的实验发现讲，本草纲目内底记载的白米豆啊，提炼出来2倍之 Freon， 就亲像一粒真细地的肉粽角，会向外扑出来的点，会当甲新冠病毒表面的糖分子掠掉咧，来压制病毒感染，阻挡传播。也就是讲 ，Freon 唔但会当压制10外种流感的病毒，还佫会当压制新冠病毒，效果是比其他400外种的汉药要佫较好。相较于有被感染的细胞，它的病毒的量，那如果有加了这个蛋白质的话，它的感染的程度大概小于5%。虽然离未来临床的应用，还佫有一段路爱行，不过白米豆啊提炼出来2倍质，会当压制病毒感染细胞，已经是真重大的发现。而且国内最近境外移入确诊的人数增加，加上泰国籍的移工等去泰国了后确诊，无法度完全掌握伊的行踪，引起台湾人对疫情的关心。不过，嘛有医生认为讲，目前台湾的疫情要搁大规模搁反恐是无遐尔简单。台湾目前第一个很热，第二个台湾目前的警觉性相对还是高，戴口罩的比例虽然在下降，还相对上是高。再来，台湾的目前的医院呢还守得很紧，所以
产生大流行的机会不大。黄立民认为讲，只要军营、工厂宿舍或者是病院无发生大规模的群聚感染，基本上国内拢是难产疫情的可能性较悬。伊建议讲，指挥中心都要加强外籍移工的管理，就算所有人都是阴性，不过泰国籍的移工伫台湾感染的几率也是真悬。29个密切接触者，若是最后一届甲较近的人接触已经超过2礼拜，安尼就安全；若是无，就算验出来是阴性，拢需要搁观察2礼拜。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有看到这个专家嘛讲真正热但是这个热唔是咱讲唯一的这个条件热咱最近也是讲进前咧以后讲热，真正这个病毒就会消退去，无咱讲即阵已经是1600万啦所以这真正是真介严峻的这个部分咱嘛要带大家来讲台湾的福音真正袂当放轻松，咱先来带大家看图表啦指挥中心则是讲这个泰国移工这个感染源真正是歹找源头啦但是好哩，刚才咱嘛讲到100多名甲伊接触过的人验出来拢是阴性的，所以嘛是呼吁民众继续来维持社交距离甲挂嘴炎啦另外，咱嘛有看到中山医学大学病院的这个主任又讲泰国移工案就是防疫上上大的这个警示啦这个大海场就伫眼前煞无看到啦所以大家嘛是爱伫年初共款啦这个心情爱维持好势，做好个人的这个防护。另外，针对这个移工的这个部分工厂内底宿舍你都爱分仓分流啦宿舍爱进行孤人房，还是讲这个已经爱管控好势。另外咧，这个工厂还是讲直接的这个接触的人拢爱进行破胎啦另外，进行病院这感染科主任，伊讲这名泰国的移工确实是台湾的本土感染病例，政府袂当放幻话啦嘛讲虽然即阵是这个高一个个案若是恢复甲进前的防疫措施甲态度，真正会当维持甲好势啦所以咱讲真正袂当放互较轻松，但是咱讲即阵伫咧境外咱头路讲到，伫咧体检的部分，也是讲伫咧管制这个部分真正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外国人要入来，咱真正爱互伊等这个14天吗？人无爱入来要安怎？是，我感觉这个咱已经六个月已经做足侪经验足侪啦。你也看美国即马也哩遐尼侪嘛美国用所有的人拢去做检测几落百万拢检测出来嘛所以美国应该探甲足侪的啦，差不多10%的人已经拢。加减拢已经有接触了，但是台湾的人2300万，当然伫台湾可能无甲2300万，但是真侪拢倒来台湾接触这个病毒的人足少的啦，所以变做咱台湾敢若保护咱伤好啦。你美国当然死亡真侪，几60万人死去，但是因足侪已经接触过，已经有抗体，即摆拢无疫苗的情形之下因足侪人已经活起来。就像之前英国咧讲，因已经有这全体免疫的这个效果伫。虽然无甲遐个全体，但是已经真侪人有接近所以我感觉伊定咧考验敢若定迄个警报以后大家拢警觉性真悬。是。台湾因为做了防疫做，所以大家有哪会松嘛？你感觉讲，你陈部长虽然真关心大家，但是你无可能。要求所有人拢住厝的，无去做代志，这真困难嘛。所以久来以后，咱一定会伤。是。但是咱有一个缺点，咱大部分人拢无接受到这个病原啊，拢无抗体嘛。所以伫这个情形以后，咧开门，美国的开门跟咱台湾开门，跟日本的开门无共款啊。因是已经世界拢有这个病疫足济，伊去开门，跟日本的开门，跟过来香港、新加坡去。甲咱无共款，咱有一点保护啦，过度保护。过度保护若要开放的时阵你要有配套的措施配套一定要有够。我是感觉机场的检疫当然即摆是讲你伫要来台湾之前要先做检查，但是咱有哪讲怀疑个人做的是毋是甲咱像遮好啊所以我感觉咱爱含人，这是国际代志啦我讲一个，我过去2003年日内瓦上尾处理。2003年7月初5，世界讲拢无 SARS， 因为台湾无 SARS。迄个内底台湾有几落个人出去国外，去加拿大、去德国、去巴西，是迄个出去的时阵，别个拢无，跟咱出去，造成咱拖几落礼拜，无法度宣布迄个无 SARS。是。当然，2003年甲今年是无共款啦，因为其他拢去烧甲迄落，但是呢。
若是讲世界其他国家拢有抗体啊，还有疫苗已经降落来，但是咱无，咱就是拢保护嘛。是。迄个情形，咱免甲其他国家解说讲，咱真安全，这是足大的挑战。比如讲，你若一个人为泰国，为咱这边去泰国，为遮去日本，啊，互因抓到讲，不管是伪阳性还是阳性啦 ，OK， 拢会造成日本对咱的看法，泰国对咱的看法。虽然咱讲咱100分99.9分，但是人都甲你质疑啊，人都质疑啊，所以共款啊，咱唔免过度甲别人有这个疫情当做一个。伤过扭曲 ，OK， 世界都有这个病毒在发展嘛，吼、啊病毒嘛也无好的治疗方式，咱爱开放咱的心去注意看因的发展，来做咱的准备。是，所以咱头都有讲到吼，伤过头保护嘛是一个可能爱面对这个挑战甲问题伫个吼。毋过咱嘛要讲到吼，伫咧这个防疫观念内底，嘛要请教医师，咱讲伫咧现场吼，病院现场你看的情形是安怎？即马伫基层个医学中心看起来吼，基层敢若小可有当时放较松一点嘛。基层哦，基层嘿，有这个现象。因为第一个就是基层，因为这前6个月吼，大家拢因为疫情，大家保护较上好，啊病人都毋敢看病，所以这基层差不多关闭足济吼，门诊拢关到要煞，个继续关落吼，可能连诊所拢关掉。OK， 所以变做讲伊无遐大的资金会晓替这个。基层继续开落，所以伊变做伫即个防疫的部分，伊的人力的部分，就无他像当初前6个月安尼，一个人伫外口固定甲你量体温，固定甲你，我甲你问讲，你有出国无创啥无法度，即马变做讲，互大家拢尽量入来，你有病你就是入来，反正我包甲你看，我先到司机对，我先互诊所挖落来为主。病院即马来讲，不管是区域病院、地区病院，还是医学中心，理论来讲，抑个有够的能力。会当去做遮个去头前的先动，会当先看。啊，毋过渐渐自一开始，阵大家感觉上麻烦的，就是大家去拢爱插卡、爱验卡、验健保卡。到即马做侪嘛拢取消啊嘛吼。即马讲量体温，然后问讲你有出国的遮个问诊尔。啊，毋过大家伫基层的部分上，惊就是讲，因为大家小可较放松落去阵，是毋是惊伊伫基层也会爆发？过来就是基层的医生，是毋是会因为安尼会变做讲伫这警觉性会较降低？就变一个破口。一个破口。过来第二个就是，即马大家拢感觉讲，感冒因为大家拢挂喙炎，大家拢一直洗手，所以理论上会减少啊嘛。啊，伫减少的情况下，即马久啊发到一个可能发烧的，你嘛袂想讲，这一定是武汉肺炎，有可能是一般的感冒尔，都来处理。上惊就是安尼，迄个会变一个破口。啊，无像当初大家安尼，着生惊的鸟啊，共看到一个就发烧的，我毋敢甲你接，你紧转大病院。所以这伫大家的警觉性来讲，一定会稍较降低。啊，这嘛是咱无希望看到的。所以你讲即马大家报复性的出国，报复性的旅游，报复性的去食物件、去佚佗，当然这真好。这伫咱台湾的经济来讲是需要。问题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讲伫这个咱讲后疫情的时代，你的生活习惯无对咧进步，无对咧共款甲进前有疫情的时阵，爱常洗手，爱挂喙炎，这个一步一步拢做好够的话，上惊就是你有一个破口，迄个痛就足紧的。是有影啦吼，所以这个破口吼，真正这个基层，也是讲民众真正唔当放轻松，袂当安尼吼，真正急放安尼啦吼。基层若是一个破口出来。规个这个医疗可能嘛有帮半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嘛要讲到吼，虽然这个全球疫情遮尔啊严峻，咱嘛袂使保护伤过头，但是一方面咱嘛该提醒着观众朋友，防疫啊做好势。但是咱讲吼，咱确诊的这个部分目前是467例啦吼，咱讲解除隔离的要有441例。咱讲台湾伫咧治疗的方式也好啊，是讲治疗这个方法。咱讲是支持性的这个治疗方式啦吼，麦当顾甲真好势，但是咱即阵咱讲国务院嘛有真侪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啦吼，尤其咱等下这个研究员再嘛有一个这个手板吼，先带大家来看吼，就是讲这个要治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新冠病毒吼，因是用这个治疗性的这个抗体来去做啦吼，啊其实伊就去。做到这个鸟鼠的这个试验内底发现讲过去因这个体重吼，可能因为这个病毒治疗了后，可能是放较轻吼，变较轻吼。但是咱讲用到这个抗体来去做治疗，伊颠倒会当甲这个病毒甲排除了后，体重会当豆豆过来恢复。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吼。所以咱看到的这个部分，真正嘛是咱国务院的这个成果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代表咱真正吼，伫医疗上会当吼这个国际。嘛，过来吼照镜一下无？
好，会使。即摆吼，就是先大家报告一下吼，就是咱国卫院吼，甲国防医学院吼，其实咱在2003年时阵吼，因为 SARS 研究迄阵吼，就开始有咧做所谓的治疗性的抗体啦。是。迄阵就是其实吼，就已经有发现几个那所谓的治疗性的抗体对 SARS 有效。这边呢，因为疫情出来时阵吼，阮就咧想讲，无咱来先做试看卖，2003年咱找到迄抗体是毋是对这所谓的武汉肺炎吼有效 ？OK。咱就来做，来做时阵，阮头一个方法就是阮的所谓的 P3的动物的实验室内底吼，先用叙利亚黄金仓鼠，做动物模式啦。是。时阵吼，因就发现就是讲，甲你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呢，拍在这个鸟鼠内底时阵吼，伊会造成体重吼落来。OK。就跟咱感冒破病共款。第二项吼，伊的肺部吼，就肺部会检验最严重的，发炎最严重的。是。迄阵呢，会阁看到伊的病毒吼，会大量的会裂传的，嘿对。即摆咱来看，若甲迄阵找到迄抗体呢，先拍落去，就是做2种。是。一个方法呢是病毒拍落去时再来拍抗体，另外一个方法呢先拍抗体再来拍病毒。即摆啦，我即摆先发表的是吼。先病毒拍入去了，再个拍抗体，看治疗的情形安怎。是。迄阵阮找到就有2个抗体啦，就阮大分做所谓 X 甲 Y 2种啦。这2种就发现吼，拍落去了后，迄病毒量吼，会再减100倍以上。100倍。100倍。那100倍其实你看起来吼，敢若内底佫有病毒咧内底，但是这100倍吼，就会决定你这个吼人是毋是会死亡。是毋是会从是重症还是轻症？这个决定因素是最重要的啦。所以阮即摆研究就发现讲，其实这抗体足有效的。OK。所以这就提供一个吼，另外一个药啊，就是蜜蜂讲吼，咱若以后大量的制造了，会使广发吼一寡已经感染病毒的人。是。所以尤其咱会使区分型。你这个是重症的人，咱会再先优先吼抗体来处理。好，咱先来保存伊的所谓的病程，吼伊变做是轻症。咱来保护伊的人的性命就使啊。是。若轻症的，希望就是看伊变得无症状。再过来就是靠家己的免疫系统，慢慢的去把伊的病毒给清除掉。OK。好，安尼你才达到所谓疫情的控制啦。这是咱的希望啦。是啦吼，所以咱讲这个新冠病毒治疗性的这个抗体啦吼，真正即阵是这个咱讲鸟鼠啊做测验啦吼，真正吼希望头拄咱讲的这个第1阶段过了嘛是甲第3阶段紧吼，紧一步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吼，最近嘛来讨论讲台湾防疫吼是做了真好，有的人要开放真侪人吼来台湾来就医啦吼，这嘛是有一个风险伫咧吼。不过咱嘛要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咱头拄讲到的泰国移工也好，还是讲咱日本吼，登去甲这个留学生登去日本吼检测出问题啦吼，就是讲有弱阳性这个部分。但是咱慢慢讲，即阵咱的边境吼，真正若是要管得好势，伫咧移工遮。可能嘛是爱特别来注意，尤其咱讲过去伫咧新加坡吼，就是伫移工这个宿舍遮出问题，咱台湾安怎来管控啦吼？第一步，咱要入境的时阵，安怎来去做一寡检疫吼？有分做2类啦吼。第一类咱看到是这个社福类哦，比如讲有啥物咧？家庭啊，还是讲机构的这个看护工啦，还是讲帮佣吼？伫咧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咱看到统一使用集中的这个检疫场所啦吼，检疫14天。另外咧，就是讲吼，检测阴性的人吼，由这个防疫车队再登去这个机场，由这个雇主也是讲中人吼，自这个机场甲接登去。另外，若是产业类的，伫咧营造厂啊，是讲工厂啊，还是讲渔业的这个移工吼，这个雇主都要自行办理客家这个检疫标准，这个比较防疫旅馆的这个方式啦吼。
另外嘛是爱看这个地方政府查核办理是毋是徛家检疫，还是讲电子围篱的这个管制方式，甲地方政府的这个方式甲关怀啦吼。所以咱从这个移工这个例，也是讲来看这个入境这个防疫措施，其实都是咱头拄仔咧讲的吼，就是一般人嘛是共款啦吼，就是你要这个徛家检疫也好，还是讲集中检疫，另外就是讲阴性的这个部分真正无问题，就会使直接先登去，来个缩短咱头拄讲的这个潜伏期啦吼。这个移工的部分是毋是会使扩大来使用咧？我感觉移工的部分吼，当然其他国家拢发现有这个问题，是。所以台湾因为移工嘛真济，现实是伫台湾嘛，1个几60万的移工啊，有一天伊会登去啊，买个换新的入来吼，所以移工的问题吼，是特别一种问题吼，一种要处理的问题。是。尤其是移工呢，因对咱医疗的接近吼真少啦。吼，因为咱住伫台湾的人有啥物问题，伊会随诊所病院，伊都真自由，伊拢知影要哪挂号等等，敲电话等等。但是移工呢，来到一个工地，可能含普通的社区较远，伊可能毋知影要去倒位看医生，语言讲会清楚，搁有当吼，因为你住伫宿舍内底。工头讲你若无啥物代志，莫去外口等等所以因接触咱的诊所医疗的能力吼，即有一个坎站伫遐，这是就是新加坡出问题的所在。要咱帮助这个人，我是感觉讲吼，即摆这外劳中介公司也是公司有聘雇足侪外劳因爱进一步去了解，这个人吼，伊可能症状。伊泰国话讲的问题，甲迄落无啥共款啊。是。所以上好，若较大的企业者应该有医疗单位会当接触，伊有啥物问题，医疗单位拢会当帮忙。是。所以我知影劳动部即阵吼，针对外劳的部分做足侪工课啦吼，希望足侪医疗单位吼，你头仔讲足侪诊所即摆较无患者，因会当甲即个。工厂吼会当来接触基层的部分，基层的部分是主要就是讲，伊若有小可问题，马上病院医生知影。我感觉我头有讲过，咱的病院是足好，咱医生是足优秀的吼。咱尽量有小问题或者医生、诊所、病院马上会知影，这是足关键的。不管你是住伫台湾的人，还是外劳，还是外国学生，一定爱互诊所。会当入去甲社区，入去甲学校，入去甲工厂，这工作足重要的吼。虽然即马劳动部这个吼检疫的迄个方式已经伫遐，但是伫效能而言，因为实际上甲医生、护士才有法度知影讲，这个人是真的有啥物款的问题，你也有法度甲护送甲病院去检测。对外国人来到台湾，伊要一两礼拜，伊要让知影讲去倒位，所以咱尽量互咱医疗单位。往前走，往前走，尤其即摆吼患者唔敢来嘛，讲起来是唔敢来啊。医疗单位要往前走，含工厂、含学校、含这机构会当接触。比如讲，我昨早来问讲教育部讲，这个学校若有外国学生可能几千个，有啥物问题？因有一个负责的诊所，还是负责的病院，会当敲电话，先敲电话，莫讲一下走去急诊室讲一下有可能拖足侪人，所以我感觉医疗单位会当去学校、工厂、社区会当往前走，可能是真好一个保护的方式。医疗单位啦吼，虽然继续来请教医师，都是咱头拄这个委员所讲的吼，咱嘛讲到真侪这个第一现场来看到，真侪这个外国。义工朋友啦吼，其实因要看病真正有困难吼，真侪人拢是这个中人带因去看，但是有当时这是有这个中人这个部分，但是恁第一现场看到的其他的这个义工，因要怎看病无？其实有当时义工有当时我会烦恼一项就是吼，伊唔敢甲你讲家己有病痛 ，OK， 伊惊互送转去。第二个就是惊去互雇主讲，你是毋是你办大做工课，你是毋是找理由 ？OK， 所以伊有当时伊是硬动，就是讲，伊只要无发烧无互掠着，还是有诶甚至家己食一寡退烧药伊动落来 ，OK， 伊可能就唔敢讲，最有当时有可能就变做疫情诶破口，变做讲有可能伊即马4、5个咧拖，雇主讲，你若食过发烧。可能咱规批就爱送去互检验，恁爱讲关14天，你算爱袂好，伊可能就唔敢讲啊。所以有当时这是一个咱爱甲因讲的心态，就是讲，毋是讲你互验到，你得到这个武汉肺炎，可能就用送等国家，台湾会甲你治疗好，爱鼓励伊出来讲，安尼较对。
是啦，咱嘛看到，过去这个新北市有一间病院，咱嘛有看到一个这个外籍移工吼，嘛是治着这个病啦吼。啊，其实伊伫面册头顶，也是讲伊这个社群媒体开始直播，吼，这嘛是伊这个一种方式啦吼。啊，但是就是讲民情的这无共款，也是讲咱台湾的这个罐头鸡吼，华语讲的这个罐老板有这款心态吼，致使因无法度甲真正这个病情吼透露出来吼，这嘛是一个问题伫咧吼。不过吼，咱讲到台湾这个移工的这个部分吼，边境的这个管理嘛是真重要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啊，全球咱头拄一直强调就是讲，即阵已经是1600多万人吼，治着这个病啊。咱嘛看到讲美国吼，即阵毋是这个第一波、第二波啦吼，应该可能是第三波伫咧美国吼，尤其是人数上济这个部分。咱嘛看讲吼啊，因为这个到底这个奎宁有法度这个治病啊是无啦吼，治疗这个部分，这个 Trump 甲因这个吼佛奇吼嘛是差甲真厉害，咱先做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伫咧白宫嘅疫情简报会讲，用奎宁治疗新冠病毒有效，至少伊毋是唯一安尼讲嘅人。Many doctors think it's extremely good, and some people don't. I took it for a 14-day period, and I'm here, right? I'm here. When I recommend something, they like to say, don't use it. And I agree with a lot of what he said, and he's got this high approval rating, so why don't I have a high approval rating with respect? But nobody likes me. It can only be my personality, that's all. 川普强调，伊家己甲佛奇关系正好，伊伫即项发文推荐奎宁嘅疗效被推特删除。佛奇以目前科学实验无效来反驳。根据这个月初昆尼皮亚克民调显示，将近2/3嘅美国民众对佛奇有信心，因为美国目前疫情正严重。佛奇根据几个州开始出现恶化嘅情形，提醒恐惊有大爆发。We're starting to see in Ohio, Kentucky, Tennessee, Indiana, that inkling of a percent increase of cases that are positive. That's a warning sign that you might be seeing a surge. 今年伫咧疫情中登场已经求水的美国职棒赛季，拄则开始拍就拄到马林鱼的疫情。佛奇讲，即季的球季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职棒则开始拍一礼拜，佛罗里达的马林鱼分别伫咧25、27甲28、3天，拢有球员甲职员确诊。联盟已经宣布一直到8月初3进前，马林鱼所有的比赛拢延期，其他4队的比赛也拢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看到了吼，真正这个奎宁到底有效无效，是川普甲这个佛奇即摆是咧这个拍这个喙烂阵吼，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吼，到底奎宁是有效无效？经过咱即寡吼科学研究吼，其实所有的证据拢证明奎宁其实无效的啦。无效啦吼，因为即摆有用到在白人的身上，是有食甲无食，吼，咱所谓安慰剂啊，甲有食迄奎宁内底，啊，伊从统计学安尼分析来看吼，其实无差异啦。OK， 就是讲你有食甲无食无共款，无啥物差别啦。所以其实咧，这科学证据其实应该咧讲过啊，这药啊其实是无效的。OK， 是无效的啦吼，所以咱台湾这个咱看咱的这个进度也是有的啦吼。不过咱嘛要讲到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啦吼，头拄咱看到这个马林鱼吼有这个球员吼治着病，啊咱嘛要讲到吼，真正唔那敢若影响到这个运动比赛尔，东京奥运可能嘛可延前啦吼。另外嘛佫有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3，另外咱讲9月上近的9月这个时阵是香港立法会这个影响啦吼，有整理到一张图表要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咱看到香港就是离咱上近的啦吼，真正佫开始爆发到这个新的这个疫情，咱头拄嘛讲到，自今仔开始。因伫咧室内无法度来去做吼，室内即个用餐啦吼，啊嘛看到讲吼，逐日拢超过10%外的即个病例吼，啊建制派的即人数建议讲延前咱讲9月初6即个发挥即个选举下面讲即个投票时阵传播着病毒啦吼，但是民主派嘛至于讲你建制派的人数前言即个选举是因为讲建制派选民伫中国吼无法度倒来香港来投票啦，可能是无限期的即个延前甚至要来取消。另外，美国这部分咱头头讲到，这疫情的影响，要加这个选票的这数量增加啦吼，所以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无可能伫迄天就来公布，可能是11月初3了后再来公布，可能有还佫几礼拜哦。另外，咱嘛讲到日本的这个部分吼，已经伫2020年啊吼，本地要办这个奥运吼，东京奥运即阵咱家讲是2020+1啦吼，但是这个+1是毋是？
规个取消去。咱虽然看到有3个影响，立法会这个部分，还有美国大选、东京奥运，这个委员你安怎看？其实吼，这当然这3个是世界即摆大家关心的吼，当美国的大选嘛吼，香港的伫咱的隔壁这个吼可怜的小岛吼，啊个日本啊奥运吼开遐济钱落去吼，到即摆。因一年可能还无够，或者讲过去甲结束，我感觉即个疫情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吼，拢影响足大。台湾上好运啦，台湾就是咱先选了吼，过来平安无代志，疫情做足好的吼。但是其他国家确实是真严重，中国大陆嘛足严重的吼。所以我感觉这个美国的情形吼。即马真微妙啦，真微妙吼。这个疫情甲政治吼夹做伙咧行吼，互相相平吼，拢咧迄个当然美国即马灾情惨重吼。所以这个有的人就讲灾情惨重，所以领导者可以展现伊领导风格，伊即么个开始大家拢出来媒体咧讲嘛吼，增加曝光率吼，这嘛是一种方式啦吼。所以美国总统的大选吼。希望会当顺利进行啦，吼，我希望顺利进行。这个香港的情形，你看香港嘛是咧利用这个疫情的关系，唔是，当然你无法度去炒作疫情，但是疫情伫遐对政治家来讲，这是一个，你不得不了解，但是足歹去处理的吼，所以有个人去利用疫情发展的来炒作对炒作有利吼。日本当然是较无政治的问题，日本是这个本来要利用奥运哦，冬奥来提升伊国家的声望啊，包括福岛啊，明年10周年呢吼，伊福岛的代志，希望明年会当做一个完整的谢幕吼，但是即马佫拄到这个问题吼，当然欧洲嘛是有问题哦，但是香港变做即马大家关心的。这个焦点呢，这个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这个迄个欧盟长嘛是对香港的这个即加拿大是吼，所以中国大陆唔是讲无代志吼，因为香港的代志造成伊家己国际政治的无安全啦吼，无安稳啦吼，所以我感觉台湾啊，伫这个国际这个疫情变化、政治变化内底吼，是咱台湾真好的学习的机会，因为吼加在咱的疫情做得真好。做这真好，袂当做一个享受，这种豪华，别个人艰苦啊真厉害呢吼，所以咱爱去了解疫情发展，了解政治的发展，了解政治经济发展。台湾利用机会提升家己的政治甲经济因为疫情咱已经做足好啊，政治经济咱嘛咱展现咱家己的实力吼。我感觉这是。上天保佑台湾啦，互咱有一个机会会当做这个，但是咱若利用这个机会哦，缺困啊，还是欧北吼，把这个资源开掉，是真无彩。好，你刚才咱有把握的这个时机啦吼，这个虽然是一个这个天公伯，互咱这个考验考试啦吼，但是这回咱真正是度过啊。但是咱嘛袂当吼，甲这个全球疫情放伫外口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伫咧香港这个疫情吼，嘛有讲到因过去伫咧这个入境的时阵吼，有差不多3万外人吼，拢无这个检测到互因这个入境吼，尤其是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为大宗啦吼。所以这可能嘛是一个政治的这个因素来去操作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9月初6就是因这个投票这个日子啦吼。建制派是有可能要用到这个操作这模式，因为咱看过去这个香港吼。伫咧顶年的这个投票内底是这个民主派大赢嘛吼，所以建制派可能看到真正无望啊，所以真正用这来操作疫情吗？吼，所以另外嘛有讲到吼，这个美国这部分，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吼，真正即马咱头拄仔讲的是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川普本地会当趁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机会 ，show 这个 American show 这个互美国人看讲伊这个 power 伫倒位，但是民调即阵是互拍去啦吼，但是咱讲到日本的这个部分，头拄仔讲到的。2-0加1，即阵可能无加1变减1啦吼，所以对着全球的这个影响实在是真济啦吼。自医疗的这个展出来看吼，咱头拄讲到，伫咧运动的方面啦吼，伫咧政治的方面啦吼，真正医疗方面安怎来去看咧？医疗方面，即马好佳在台湾，即马无啥真正已经确实的本土病例。所以老实讲，其实伫这2-3个月以来，台湾的医疗方面已经有小可休困掉。所以以量能来讲，已经慢慢啊补充起来啊。有这个压缩比的空间伫啦对，不管是喙炎你看的量吼，包括讲大家提供这个卫生的意识，
包括讲遮医生有当得到休困啦，哦，医学人员嘛会当较放轻松一点嘛。药房嘛是啦，吼，过去拢咧排这个喙炎的，真正我看这个有的人咧大步调。前期有一站吼，连迄药啊原物料拢欠嘛，嘿，即马拢渐渐拢会当补起来吼。所以变做讲，伫这个时间其实台湾伫这个2-3个月差足济，甲其他国家比起来真是差足济。当然，咱即马医学能量有够，是毋是会当甲一寡物件买出外口，像讲伫即个医工的部分的检查，吼，还是讲即个咱会当提早来预防的部分，即个部分是咱搁进一步来超前的来部署啦吼。因为过去咱讲正月时阵，咱就超前部署。对。面对着可能秋冬搁一波的即个疫情，更加爱超前部署啦吼。所以即马咱避免讲像拄则咱委员讲的讲，因为咱家己体力，咱倒来都无抗体嘛。即马上紧就是即马你也向一个带入来。是。那社区。嘿，拢咱入去无人会当动的所在，咱直接一直安尼弄入去，安尼即下就害啊。是。哦，所以即马来讲的话，咱变做讲，咱爱先尽量看会当甲一寡能量会当医学能量撒出去，咱先超前部署，想讲啥物有可能啥物情形之下会变一个破口。是，上尾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这个预防车到底使冻偌久？就是若拍落去，真正咱生产出来啊。好，即马应该讲吼，咱拢嘛希望这预防车就拍落去吼，咱就无代志啊吼。但是即马就是讲甲技术有关系啦。但是咱即马吼，咱对咱家己爱有自信啦，就是台湾的这个研究甲医学能量吼，其实是袂歹啦。OK。啊，即马咱讲的吼，咱做的物件吼，希望的是属于长效型啦。长效。啊，什么叫长效呢？长效就是讲，咱希望才动上做2年以上啦。2年以上啦吼，莫讲我拍了2-3个月无法度动啦吼。是。有影，也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感谢。